各位，今天在歌谣时间里，为您邀请到沈文程先生。做出来到一个繁华的都市，听咱五中校东路美丽好景致，高天的五个大楼徛在商店里，一路上闪闪是。台北的暗暝，老的无得比，台北的暗暝，光甲像日时。不惜阮身躯也无偌济时，不敢孤烟直，等着看半倒来去。走出来到一个繁华的都市，听人五中校东路美丽好景致，高天的五个大楼徛在商店里，一路上闪闪是。台北的暗暝，老的无得比。台北的暗暝，光像日时。可惜阮身躯也无偌济钱，甲孤烟直，等着看半就来去。欢迎欢迎，小哥你好，小哥你好，沈文程先生你好。哎呦，都在行出来，我行向行一个，就是一个墨西哥人来的。啊，歹势，甲你惊到，这是为了配合我的这个新歌 MTV 啦。MTV 啊，我就叫做流浪语啦，我就是穿这个墨西哥服，牵一只马啊，伫一望无际的沙漠遐尼乱乱走安尼。哎呦，安尼这条歌一定真好听安尼，乱乱说安尼。哎呀。讲了这个山地的这个一些这个 melody 啊，跟一些这个歌曲啊，它的旋律啊，那沈文程先生也在贡献相当良多。哪里？其实我也是身为这个我有一半的这个山地血统啊，为荣啊。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有这一份这个独特的血统啊，这个是让我的歌喉啊稍微还能听一点点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杜家一条歌，杜家你出场唱那个时候，台北的暗暝，老的无得比。哎呦，真的是好你拼啊！哦，这个。这个，哎，你这模仿的真的。哪里来？这个说到你的歌曲啊，有你独特的味道。刚才还介绍了说你这个是个山地的民谣，一些 melody 啊，这一般人我们很难得听到的。尤其在这所有山地朋友中啊，这个歌星艺人也很多。但是你好像知道各族啊，他们的这种旋律的，你也算是知道的最多的一位。哎呀，多是不敢的，就是略知一二。因为我从小呢就喜欢在我那个阿嬷他们家玩啊。哎呦，我舅舅啊，一些朋友啊。他们都很会唱山地歌曲，我就从小就听他们唱歌长大。其实啊，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学了很多这个国语嘛，国语讲得不错，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山地歌有时候都把它改编成这个国语来唱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很对味啊！你安尼如讲啊，那星光的鸟鸟假学没听。你没听吗？哎，你这个山地歌真的是很特殊，很有特殊的味道的地方。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不是低啊，就是低麦，就2个 key。2个 key 啊。对。哎，安尼啊。安尼开始安尼啦，您一一介绍一下，好了，把您知道的这介绍给我们听听。我先介绍这个卢凯族的，卢凯族，阮妈妈迄种，哇，真好听啊！恁阿兄上爱听。好。妹妹的心上人，个个都是英俊的男主角。像我这么丑的男人，怎么让你来看上？妹妹的理想。就像那飞机，嗨呀嗨，我天天在马拉桑。欧吉桑呀，欧巴桑，我该怎么办？叫我如何来告诉他？哎，这是卢凯族的，卢凯族的。现在来唱阿美族的，阿美族的，阿美族啊，有个我赶快。啊，低麦了哈，低麦了哈。我就要嫁给沈文程，哦呀。
演出呀，又搁无共款。难忘的初恋情人离我远去，我在故乡这里回来。想你，我心里难过，只有你就来安慰我。姑娘呀，姑娘呀，希望你早日回到我的身边来。哎，过瘾过瘾啊，真过瘾啊！你知道一个旋律里，你看他唱就唱出山竹的这个特别的旋律，而且里面的歌词，我觉得他们这脑筋真是很幽默。爸爸妈妈，我恳求你们不要让飞云去结婚，因为他是个有钱人。好来看，这个飞哥别个这个嘞，哎，个别的，假是我去做工地秀就把那个，因为他是个有钱人。哎呀，等到他死掉以后，我儿子就会变成了继承人。哎呀。哦，这个，哎，可是啊，这个，听说山地话有的时候还跟一些外国的话也可以接这个通的啊。对，譬如讲这个菲律宾调水工，对，有几种的外盖弄也通的。哎，因为我觉得这算是叫马来种的啊，马来也可以。马来种跟这个印第安种的，真的是通的。你想想看，就是因为马来种他们就是他们讲的话跟那个拉丁话，哎，就是墨西哥那种拉丁话，那拉丁语系的语言呢。很接近，哎，真的，这经过研究、经过调查是这样。这个有什么这个？好像是同种不同宗这样子的。哎，安尼啊，或者说同宗不同，我搞不懂。刚有上面款的歌曲，安尼可以让我们这个印证一下。哇，今天有一首歌啊，好像那种《杯三妹木酒》。杯三妹木酒，这世界名曲啊。哦，对，较早林冲点来唱嘛。哎，对。杯三妹木酒，木酒啊！啊，这是一条歌，杯三妹木酒。要整几条了？啊，杯三妹木酒，这几条歌好，对，这条歌这个。这条歌唱煞，你唔相信？我用那个母语，搁甲唱一遍看卖。啊！你真的听不出来，分不清楚，真的一样，很搭。安尼啊，那先来唱一个这个标准的嘛，叫标准的，没上面是拉丁的，没三分不久。待会第二段我再来唱这个卢凯的山地话。哎呦，卢凯有这款的歌。哎，你也边看麦，安尼啊，来听看麦。先来一个正统的哈。老师，没三分不久。Bésame mucho, 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。那个是拉丁的，今晚我来用这个示范拉丁的。今晚咱来唱这个卢凯族的母语。卢凯族后话都唱这条歌，哎，安尼大家听看卖。老师，来，跳到。卢凯族。Sale apagai rukai Marigere sonai Marigere marigaso Masarere apagai rukai Tamaku tarmaku ajirai baringai Dharmaku ajirai baringai Rasto, amigo Dharmaku ajirai baringai 哦，还好你前面介绍过，哎呀，而且卢凯族的歌，那不好，你的这3条我建议你不要唱。为什么？马拉个嘛，马来，都行。豆腐牵起来。那没人嘛是用马开头的。哇，今天非常感谢沈文成介绍这么多好听的，什么有原始的，哎呀，谢，有这个历史价值的歌曲。希望这个能够存档，哎，放100年。谢谢，来，谢谢他。